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文小賣部。我的牙齒掉了，婆婆的牙齒也掉了。早晨嘅陽光喺窗邊灑入嚟，我坐喺餐桌前面食早餐。咔嚓一聲，我覺得我個嘴好似少咗啲嘢啊！低頭一望，我甩咗隻牙。我攞住嗰隻小牙齒跑去揾婆婆。婆婆喺度休息，我大叫：婆婆，我甩咗牙！婆婆轉過身，笑眯眯咁話：真係？俾我睇下。我將隻牙放喺佢嘅手心，婆婆眯埋對眼望咗一陣，突然之間揞埋口喺度笑喎。你笑啲乜嘢啊？婆婆神秘咁話：因為我啲牙都甩咗啊！佢擘大口，啲牙真係唔見咗喎。婆婆，你啲牙去咗邊啊？婆婆笑住咁打開旁邊嘅櫃桶，攞咗一個盒出嚟，喺呢度啊！佢打開個盒，入面真係有一排整整齊齊嘅牙齒啊！我擘大對眼，驚訝咁話：婆婆，你啲牙居然可以擺落個盒入面？婆婆忍唔住笑咗出嚟。傻孩子，呢個係我啲假牙嚟㗎，因為我啲牙一早就甩晒啦。咁我以後會唔會都要戴假牙㗎？你甩嘅係乳齒，將來會生啲恆齒出嚟㗎嘛。不過恆齒淨係會生一次，只要你每日好好咁刷牙，啲牙就會陪你好耐好耐啦。聽咗婆婆嘅說話，我點點頭，決定以後都要認真咁刷牙同埋用牙線。夜晚瞓覺之前，我將甩咗落嚟嘅牙齒擺喺枕頭下面，期待住牙齒仙子嚟探我啊！婆婆都同我一齊期待。佢話可能牙齒仙子會俾一份特別嘅禮物你呢。第二日朝早，我一摸枕頭下面，果然多咗一個細細嘅紅盒啊！入面有一張紙條：親愛嘅小朋友，恭喜你甩咗第一粒牙，記得繼續好好保護你嘅新牙齒，等佢哋變得又白又健康。小天使。各位小朋友，你知唔知啊？甩牙就係成長嘅標誌，由乳齒到生出恆齒，呢個就係成長嘅過程。甩牙一啲都唔可怕，因為呢個係成長嘅證明啊！而家就輪到我哋學一啲中文嘅字啦。吃，妹妹在吃飯，妹妹在吃飯。第二個詞語係牙齒，牙齒。妹妹的牙齒十分雪白，妹妹的牙齒十分雪白。刷牙，刷牙。你今天有沒有刷牙？你今天有沒有刷牙？整齊，整齊。妹妹戴了牙套後，牙齒變得很整齊。妹妹戴了牙套後，牙齒變得很整齊。成長，成長。小貓在主人的照顧下健康成長。小貓在主人的照顧下健康成長。各位小朋友，記得訂閱同埋讚好中文小賣部啊！下次上堂見啦，拜拜。